妈，你们有没有听到谁在叫我？没有。啊！小瓜。 妈，我这是从哪儿啊？小光，不是魂，是肉，肉乎的肉。小光，小光，你回来了！小光，你去哪了？你吓死姑姑了你！他活了，他活了！小光，你回来了！吓死姑姑了！ 当医生为这并不常见的概率向家属表达歉意，当家属放弃追责，只是一遍遍的感谢这前所未有的奇迹时，我才第一次意识到，自己想要挑战高难度遗体化妆工作的想法是多么的荒唐。纵然遗体没有知觉，但遗体背后所凝聚的，却是一个家庭无比真实的泪与痛。 那是启明星吗？那不是北斗星吗？我们今天遇到一个奇迹，先前那个心肌梗死的小男孩，呼吸和心跳都停止了。我们把他拉到殡仪馆，他又活过来了。我们刚把他送回来。 是什么？那是什么呀？在圣经里面有个叫拉萨路的病人，他死之后被埋葬在墓穴里面。4天之后，耶稣把他从墓穴中唤了出来，他真的复生了。后来就把这种死而复生的现象叫做拉萨路综合症。 多半是跟低温、急救药物起效慢有关。一般很难发生，但一旦发生的话，已经能判断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同事还非说他是因为阎王爷打了麻将开心把他放回来了。怎么理解都行，人救回来就好。虽然身为医生不应该依赖奇迹，但偶尔有奇迹发生的话。 你心情好点了吧？也谈不上好坏，就这么干着呗。加油啊，守门员！你也是，摆渡人。 上车嘛！来了。徐太太，现在身体断的部分我们已经接起来了，头面部凹陷我们已经填充了，然后脸上的伤疤我们也做了整容修复。这不行，脸上的伤还能看得出。亲朋好友都会来参加告别仪式，我们家孩子也会来。 我不能让任何人看出他脸上有一点伤，一点都不能。但是，刘师傅，你不是最好的遗体整容师吗？你整啊！照片我都发给你了，你就按照片上整啊！你说过你行的。
可他伤成那个样子了，这个我们很难做到跟照片上一模一样。我不管，你必须把他恢复以前的模样。你答应过我的。妈，钱的事就交给我了。爸爸的身体最重要，甲状腺手术一定要做，找县里最好的大夫。我还有钱，你不用担心。哎，你怎么下来了？不就是一个小结节吗？肯定会没事的。哦，给我，给我吧。礼物是不是你弄的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自己收拾出来。你给我弄这么乱，遭贼了！我一会儿收拾礼物弄的。哎呦，控制住了！哎，我控制住了。这是什么？那是舞台模型，我以前在剧院上班的时候做的，刚从我妈家拿回来。你做的呀？哇，这个都那么精致，舞台上一定很漂亮嘛。什么项目呀？演了吗？后来？演啦，但当时没有我做的方案。最后决定采用3D 打印技术来做舞台装置。我当时比较坚持自己的想法嘛，所以就3D 打印干嘛用的？3D 打印就是3D 打印。尝试采用3D 打印技术来修复遗体。你谁呀？你干嘛的？我赵三月是您徒弟三月。我徒弟？那你跑来教我怎么修复遗体？你是不是忘带东西了啊？你要是忘带，你拿完赶紧走。如果我修复的遗体能让他家属满意，您能去帮我跟陶春说句话，让我留下来吗？你修复遗体，用那个什么打印？对。行，你修，你修复。是这样，如果人家属认可你那个什么打印修复，别说你留下来了，你就是要当我刘清明的师傅，我都认，真的。